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先增加5个境外病例，无本土病例，针对诺富特饭店群组感染，民航局罚花行100万。今仔透早有一个查甫人冲入去台南市的第5分局，要求家己店头朋友放出来，佮请讲无局长家己来当叫。法国参议院将以304票赞成，无人反对通过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决议案。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先增加5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并无增加本土病例。另外，针对诺富特饭店管理的部分，昨民航局顶相关的部门开会，民航局会罚花行100万。咱们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民航局处分中华航空公司100万。那交通局，这昨天已经有出来，他根据发展观光条例，那处分诺富特饭店，他昨天已经公布是15万嘛，那桃园市政府他们根据传染病37条，去做处分，那37条规定是一案是3000到最高是15000。那不过桃园市政府，这个案子是因为它并不是只有一案，并不是，所以他们准备要逐案处分。那1101跟1122哈，1122是今天新增的这个定序结果哈。那这一位这个机师哈，他的定序出来呢，跟1101这位机师都是相同的病毒序列，不过跟另外的这个2群哈是不同的哈，所以这个变成是我们这个第三群哈出现。华航机师跟诺富特饭店感染的事件，已经有29个人胃着病哦，有一半是胃着英国的变种病毒。过来专家立明是表示，英国的变种病毒社会速度跟死亡率是一直的增加，目前是全世界上侪人胃着的病毒。医师嘛建议讲，防疫旅馆唔通接受一般的旅客，嘛应该爱针对所有的航空人员采检验血清抗体哦，避免社会的事件搁再发生。华航机师甲诺富特饭店感染事件短短16天，感染人数已经有29人，其中有17个人是无出国史的本土个案，而且将近一半是感染英国变种病毒株。国内专家表示，甲其他变种的病毒株比起来，英国变种病毒株不止传播力更较强，散布的范围更较大，在全球流行期间也较长，在防疫一定要重视。英国株呢，它目前知道它的传染力呢，是比原来的病毒株增加50%到100%，所以等于是1倍半到2倍。它的死亡率呢，目前估计是增加30%到60%。另外，诺富特饭店内部感染为防务部、餐饮部到工程部，连外包水电工拢确诊，有6个人染疫。黄立明认为，这摆事件甲病院原来感染真同款，因为饭店是密闭空间，若有病毒侵入，加上人员无分流管理。对后规的饭店，亲像染疫蚊虫共款。那这跟院内感染其实是很像的哈，因为诺富特饭店它也是一个，等于是所有人必须密切接触、互相协同工作的一个环境。黄立明建议，防疫旅馆上好唔通开放予一般旅客来住，将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针对华航清零计划，黄立明也建议，不只是华航，所有航空人员都应该全面采检。各加强血清抗体，将了解整体感染的情形，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诺富特饭店发生群组感染哦，外界质疑讲，因为同一栋饭店有几家检疫的人，冇一般的旅客造成防疫的空隙。台北市长关文帝是指示讲，未来台北市规定要加做防疫旅馆，必须爱归档。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哦，新北市的防疫旅馆一向拢是归档的。新北市嘛公布要来提升防疫的层级，也毋过台北市暂时无要变。彰化第一摆共同主办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伫台北市政府开第一摆会议。彰化积极展现合作精神，面对诺富特爆发群组感染，新北市提升防疫层级，台北市是有缘也未表示。要中央的标准，每个地方再去微调，所以大概也不会差太多，因为基本上还是按照中央议调的结果。我都用一个最坏打算做最好准备。虽然中央也许有公布一些状况出来，但是我们要想的，万一下一个状况更坏会在哪里，我们就要提早超前部署。
身为防疫旅馆的诺福特被质疑因为分层南日大，才会造成防疫空棚。台北市长郭文泰决定，未来台北市无搁受理防疫旅馆分层分流，爱规动作为防疫旅馆。100%改有困难了，所以应该是分仓分流是原则。至于是一家旅馆是要不要采用分仓分流的这个，应该按照它的尺寸，你知道大小可以做决定。前看现在。我们都是采取整个栋都是防疫旅馆，没有混机。那不但是整个都是防疫旅馆，没有混机，里面我们不但采取分仓分流，更重要用红黄绿灯动线来做管制。双北防疫战局无共调，不过防疫旅馆拢是采取规动管理。台北市目前6间防疫旅馆，未来会协调改造纯防疫旅馆，或者是一般旅馆。记者综合报道。诺富特饭店的群组感染继续扩大，指挥中心宣布讲，机组人员的检疫规定对现在的3日要改做5日咯。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是批评讲，华航的清零计划只做半套，因建议华航的机组人员应该要居家检疫14天哦，较安全。警议员陪病客案的继续执行，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批评，华航清零计划只做半套，将机组员居家检疫由3天增加5天，搁派去飞，让机组员伫中途交叉感染的风险当中，安尼做如何达到真正的清零呢？把这个检疫期做成5天，但是5天之后还可以再裁剪，然后只增加了裁剪。以我们的解读，那您要清零就是要每一个人有14天的 cycle。技术工会主张，清零计划应该让每一位华航技术员完成14天无派飞的安全流程，同时加强防堵外站，当下台湾检疫旅馆等每一个环节可能防疫的空棚，各做疫苗2种方式来将空棚给踢掉咧。桃园市长郑文灿伫议会之前受访，也针对诺福特罚款来说明。今天第1张罚单会开出，但是我们最重要是希望华航诺富特饭店净空之后，将来如果要恢复营运，机组员都必须采取独栋。针对诺福特饭店爆发真济件确诊案例，影响公共防疫卫生，观光局已经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罚15万。针对本馆无申请防疫旅馆，说服旅客甲机组员南日大，桃园市政府根据传染病防治法，每一项违规行为相关罚15000。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才有乌道冲入去台北松山分局闹事哦，伫台南市第5分局今仔透早，某一个查甫人冲入去派出所，要求警方甲一名姓王的嫌犯放出来，讲伊是叫班的成员哦，无伊电头都无法度出，佮呛讲唔放人，就叫分局长来攻击。这人实在是向天公伯啊照打，真乱来。来到分局，男主讲要找朋友，伊讲家己是桥班的带头，要找朋友嘛是桥班的成员，说涉嫌诈赌互掠去，烦恼过工无得出庭，7号半暝，伊直接中立的警察局，爱警察放人。男主甲警方冤家讲，若无法度出庭，要关叫来分局，爱分局长去斗关叫。警方摕出了定情书，互伊写，伊写了，还是无愿意离开。搁伫警方甲门关起来的时阵，用头来弄开着办公室的大门。这位王姓民众因为看不到他的朋友。曾经2度欲进入侦查队来找其朋友，那经由我们侦查队的同仁予以制止跟呵斥。环境爱伊莫阁乱啦，无要按照社会秩序维护法来上班，伊才离开。警方表示，警察机关办公的所在袂当黑白来乱，若是不法，绝对要救办，嘛强调绝对袂互上山分局的代志有机会来定案。记者王刘婷、林昭宽台南报道。海巡署昨下晡1点接到通报，讲有一台台湾渔船渔户888伫富贵角西北122海里的所在失火哦，附近有2只货船，先甲船顶9个印尼的船员救起来，也毋过台湾船长伊个别人佮伊的小弟2个人失踪。
5人往栏杆里面跑，往栏杆里面跑，对。往栏杆里面跑。防救起来9月1年的船员哦，基隆海巡队已经甲因先接返来台湾哦。渔夫888的船顶有11个船员，初5下晡2点对基隆的富基渔港出发，昨下晡1点哦，渔船出着火，2个失踪的台湾船长，佮有船长的小弟，目前海巡署是搁在找人。再来看屏东琉球渔船，初5半暝伫高原皮东南风靠打哦，船顶有4个人失踪。今仔早起传出找着其中的3个人，嘛甲因平安送到后壁湖的渔港哦，佮剩1个人失踪。海巡署出动直升机、空中侦察机、佮顺风艇找失踪的4个船员。昨暗6点外，伫失事的地点南方20公里的所在，发现有一半沉入去海里的船头。今仔早起10点半，离岛一艘交通船伫离岛西方11海里的所在，发现2个台湾船员佮一个印尼的船员哦，人拢真平安。佮有一个船员失踪，海巡署嘛佮继续的找人。再来看苗栗地南国中，昨传出讲有老师佮有学生食物中毒。苗栗县教育处是表示哦，昨接到通报，有145个人身体无爽快，其中有3个人是老师，有可能是学校营养午餐出问题哦。其中有12个人有去病院治疗，卫生局嘛已经去采样来调查感染源哦。卫生局人员入去到校内中央厨房来采样，带回相关的食物检体进一步化验。苗栗地南高中6号传出疑似师生食物中毒，苗栗县教育处接到通报，当日包括3个老师在内，全校拢总有145个人。食过营养午餐了后，陆续出现身体无爽快。目前只有3位小朋友请假在家，然后1位表示没有症状了，希望在家休息。另外2位还有一些稍微的肚子疼痛的一个状况。校方表示，拢总有12个学生送医，一直到7号，还是有3个学生来请假。因为后礼拜就是国中会考，校方今日通知家长协助追踪囡仔状况。而根据校方提供的资料，当日中台主食是南瓜饭，主菜是煎鱼排，还佫有副菜佮水果等等。苗栗县卫生局嘛对着食材以及来工作人员来采检，要厘清感染源以及中毒的原因。是不是疑出问题？我们还在了解，等卫生局采检结果以后，我们才会开放在厨房来应用啊。那目前是至于是哪一种症状，我们要等卫生局采样调查的结果才能认定。苗栗县府表示，是毋是感染到诺罗病毒，还佫等待检验结果出炉。由于校内午餐是公办民营的方式，外包有团膳业者，目前要求封锁校内厨房停止供餐，改由业者为了身体的中央厨房来供应，避免任何感染的疑虑。记者苗栗采访报道。这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台湾目前少子化问题真严重。总统蔡英文早起参观国家妇女馆哦，对行政院长提出的生育补助，伊是真愕了。另外，针对近3年无调薪的军公教，敢会调薪？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是表示，若是政府财政负担有法度，会考虑。伫母亲节前，总统蔡英文有行政院长苏贞昌，还佫卫福部长陈时中陪同来参观国家妇女馆。总统蔡英文对亲子摄影介有感受，因为台湾拄碰到少子化的危机，伊真赞同行政院来出招，来甲做爸母斗相共。我们增加对孕妇跟胎儿的照顾，扩大不孕症的补助范围，也提高了爸爸妈妈请育婴假的权益。那留职停薪的津贴从原本的6成提高到8成，而且军公教跟劳工都可以适用。未来政府会继续当爸妈的神队友，政府要让大家愿婚、敢生、乐养。政府拼死咧抢救台湾谈低的生育率，不过也佫有长期低薪的问题，这嘛是政府爱注重的。已经3年无调薪的军公教，伫经济表现真显目的情况下，敢有往会调较悬的？苏贞昌讲，财政负担若是会坎伫，会来考虑。应该让经济成果优先给辛苦的劳工朋友来分享，同时也对全国军公教努力奉公，在各方面做好。也应该给予肯定，所以在财政负荷可以的情形下，我们都会认真考虑。中选会嘛，伫早起公布陈小海草搭反来伫
公投、北大选这3个案，伊的连署也拢有交咯。加上去年年底已经成案的核数定体案，有伫咧8月28，4个案拢上场。也若苏贞昌的查某囝，嘛是民进党立委苏卡惠，伊提案修公投法，嘛互人批评讲是替苏贞昌咧开路。也若苏贞昌是讲这伤含，伊强调讲过去有一寡公投联署发生空壳联署、伪造文书这不法的行为，所以有下党派立委来补这个空隙。行政院对立法院的这款行事拢真尊重。记者综合报道。法国参议院将以304票赞成、无人反对通过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决议案，这嘛是法国国会头一届通过消停台湾的提案。另外，最近澳洲总统莫里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讲到，若是中国对台湾发动战争，澳洲卖出手来支援。澳洲嘛强调讲，澳洲对台政策未改变。évident que c'est le cas de Taïwan dans bien des champs d'action. Le plus emblématique étant bien sûr celui de l'OMS,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甲20几位参议员3个提出决议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参议院最终表决以304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也是法国国会史上第一遍通过挺台议案。Je veux le dire haut et fort, c'est notre devoir d'aider Taïwan à retrouver la place que ce pays mérite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Pour que Taïwan soit associé aux travaux de l'OMS, nous le ferons à titre national, nous l'encourageons au niveau européen. Et donc, je le redis, la stabilité dans le détroit, elle est essentielle pour la sécurité de la région. Et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nous réprouvons toute tentative de remise en cause du statu quo. 法国的外交部代表也正清楚的重申支持台湾的立场，并且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自法国代表吴志忠也伫 FB 打出伫咧参议院旁听的相片，讲伊正感动，也表示法国是欧盟上重要的国家，有领导的地位。这项投票的结果有正大的象征性。外交部诚挚的感谢法国参议院首度高票的通过支持我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决议案。外交部长吴钊燮伫催人接受澳洲金融评论部的专访，其中讲到，中国敢若是伫咧准备对台湾发动最后攻击，政府一直拢伫咧做准备，希望理念共款的民主国家支持台湾。澳洲总理莫里森是回应讲，对台政策不变，会履行支援美国加盟友的承诺。Look, we've always honoured all of our arrangements in the Indo-Pacific, particularly our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e always have stood for freedom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伫最近，澳洲几多位官员公开表态关心台海议题，认为政府应该有所准备。吴钊燮也希望澳洲加台湾加强经济合作，重启两个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会谈。也讲希望会当伫咧今年申请加入 CPTPP， 加强区域的连结。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甲澳洲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中国官方伫昨嘛宣布讲，无限期要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一切的活动哦。外界是认为中国是报复之前澳洲动用法案取消北京跟维多利亚省的“一带一路”的协议。澳洲当局今年4月份动用新的法案，取消北京甲维多利亚省签订的2个“一带一路”的协议，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初六宣布，无限期暂停中国甲澳洲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之下所有的活动。外界解读讲，这是报复的行动。澳方不顾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多次交涉，滥用所谓国家安全理由，对中澳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项目和既有成果变本加厉进行限制和打压，严重损害中澳两国互信，破坏了正常交流合作的基础。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的正当的反应，澳方必须对此承担所有责任。王文斌表示，中国苛刻澳洲在放弃冷战的思想甲意识形态偏见，真正客观看待中国发展甲双方的合作，回归理性，纠正错误，而且停止针对中国澳洲合作打压的行动，唔通阻碍国家之间正常的交流。Well, this is unfortunate. We do need dialogue with China. It can't be just on their terms, though. 最近这几年，中国甲澳洲的关系是愈来愈歹，伫咧南海争议、甲国安等等的议题，拢有不少冲突。
中国为去年5月份开始，对澳洲的卖业开始扣关税，8月份扩大到葡萄酒嘛扣关税，而且要求企业停止进口澳洲的涂炭。同一个时间，澳洲定出反外国干涉法案，呼吁国际社会都要独立调查疫情的起源，暗示是中国的意味真高。中国的问题最近加做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七大工业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的公报，头一届公开批评北京是霸凌者，犯着侵犯人权的罪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警告，西方国家对中国伫西方经济体的投资背后的用意，大家都要真谨慎。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有立委提出讲要帮咱台湾的国际驾照来正名，目前伫咱的国际驾照方面只有标示 Republic of China。立委是望讲会使加注放大的台湾这几个字哦。交通部表示原则上是真支持，也毋过爱到外交部来参详。台湾才是我的名，国际驾照要证明。咱国的护照已经改版，有加注正大的英文台湾的字样。最近有立委接到陈情，讲为着要避免台湾人伫咧国际上遭受到打压，伫护照改版了，警告必要伫咧国际驾照正名，清楚表示台湾来甲中国做区别。那么完全在这个驾照上面是没有任何有关于台湾的式样或标示，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像护照一样，清楚地看到台湾的字样。让国人在国外旅行拿着国际驾照的时候，可以更正确、更快速的让别人识别到我们来自台湾，跟中国是没有任何关联的。跟维也纳国际道路交通公约呢，我们都是签约国。那这个缔约国里面呢，并没有这个排斥，好，我们用台湾的名称来去展现在我们的国际驾照上面。现行的国际驾照的方面，即个表示 Republic of China， 立委主持驾照正名，甲方面改做 RC。放大英文台湾的字样。目前，咱国的国际驾照伫韩国、加拿大等70个国家甲地区使用。立委赵天林讲，依照国际道路交通公约，这个国家并无摆脱咱国使用台湾这个名。交通部原则支持在国际驾照上，严议加注台湾这样的一个可行性。交通部讲，原则上会支持国际驾照正名台湾，所来会甲外交部研究可行性。记者综合报道。尼泊尔最近的疫情是真紧张，初五一日就增加8605个人胃着病哦，有58人死亡。目前胃着病人是1个月前的57倍。新武峰的尼泊尔基地营嘛传出有17人胃着病，也毋过当局是否认。尼泊尔嘛对这礼拜开始要暂停国内外所有的飞机航班哦，初六机场就出现真侪人潮，要赶最后一班飞轮机离境。伫加德满都的机场有真侪要坐飞机离境的旅客，尼泊尔政府初六开始暂停国际航线，主要是因为新冠病毒确诊数快速增加，已经自初三开始暂停国内航班，飞航禁令会直到14。आज लास्ट डे हो है अब म लकी पनि छु है अब जानलाई आएर सुविदेश खास अगाडि आउनुपर्ने कोरोनाले गर्दै अलिकति टिकट नपाएर出入尼泊尔的班机大部分拢会经过疫情正严重的印度转机。外电报道讲，印度疫情已经传到尼泊尔，印度组织国际红会甲红星协会资料，尼泊尔目前确诊数是1个月前的57倍，阳性率44%，话印度边界城镇需要治疗的病人快速增加。尼泊尔即马完全做过有风险的人只敢拿1%。ठिकै छ हामीले अहिलेसम्म इमर्जेन्सीमा हाम्रो इमर्जेन्सी 5 बेडको इमर्जेन्सी थियो अहिले हामीले यसलाई 25 बेडसम्म बनाएका छौँ 20वटा बेड हामीले इमर्जेन्सीमा मात्रै थपेका छौँ र आजका दिनसम्म हामीले कसैलाई पनि अक्सिजन नपाएर फिर्ता चाहिँ हामीले गरेका छैनौँ。即马连新武峰尼泊尔基地营拢出状况，当局规定登山客要去营地进前就要先体检。不过营区的官员甲登山客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当地一个海拔更加悬一寡的基地营，有一寡登山客送病院，所以自首都加德满都迄边的病院接到17个人确诊的通报，有一间私人病院甚至证实登山客体检是阳性。尼泊尔政府目前否认基地营的确诊消息，因为登山业是因国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官员想要淡化的态度，让人真担心。究竟是为了要避免，亲像去年疫情发生时阵，关闭登山业所引发的压力。登山界讲，若是山顶出现重大疫情，究竟会带来真可怕的后果。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再来看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生枪战哦，警方甲袂倒的毒贩互相开枪，造成至少25个人死亡，嘛包括1名警察。警方是表示，这个犯罪集团哦，专门吸收青少年走私毒品、抢劫做歹代志，这嘛是当地史上上严重的掠夺。民众伫咧贫民窟抗议，大声喊讲要伫正义。巴西大城里约热内卢随后发生激烈的枪战。里约警方伫一个贫民窟对峙行动时阵，甲毒贩发生枪战，造成至少24个嫌犯甲1位警察死亡，也是伤亡上惨重的一毒行动之一。对当地新闻台画面看到警方要抓人的时阵，嫌犯抑阁想要自厝顶逃走，甚至也无顺利去食到附近的轻轨列车，有2位乘客互破击玻璃挂着伤。警方表示，这边行动是要调查红色命令这个犯罪集团，因自贫民窟找一寡囡仔甲青少年加入因的犯罪集团，专门伫咧走私毒品甲抢劫。Por volta de umas 8 e pouca da manhã, meliante invadiu a minha casa. Como eu moro na comunidade, eu não tenho como botar para fora, entendeu? Já estava baleado, ferido, e logo assim atrás chegou as polícias. Nisso eles entraram, perguntaram se tinha alguém. Eu só balancei a cabeça que sim, porque eu tenho minha família aqui dentro. E eles já saíram entrando e assassinaram o menino dentro do quarto da minha filha. 根据统计，今年里约警方总共执行257遍行动，其中有12遍造成3个人以上死亡。不过，巴西最高法院伫咧去年颁布一项命令，要求警察在疫情期间非必要情形下暂停行动。最高法院对这项行动是不是合法，拒绝做回应。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当耶路撒冷最近的情势真紧张哦，以色列要伫巴勒斯坦自治区来屯垦哦，传出讲即马准备要甲带伫当地民众赶走，当地巴勒斯坦的民众上街头嘛烧汽车抗议，以色列嘛大动作镇压，欧洲国家是做伙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爱停止扩大开垦的行动。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拍火，一台以色列开垦的这个居民汽车，因为唔知什么原因来导火，上尾互烧到噜。当耶路撒冷紧张的情势一直升悬，以色列打算扩大伫耶路撒冷西方巴勒斯坦自治区的这个政策，要来赶走加希古拉地区的巴勒斯坦家庭。当地居民烦恼讲，若是安尼，恐惊会造成超过500人浪家散坐。500 فرد بدهم يهدموا الحي كامل ياخذوه ويسكنوا مكاننا مستوطنين، هذا اللي عم بيصير بحي الشيخ جراح. المحاكم مستمرة، بس احنا بوجودنا اليوم بالحراك الشعبي اللي هون موجودين لنأكد على وجودنا وحقنا في هذه الأرض. هذه منازلنا من عام 1956 ربينا عشنا انخلقنا فيها وبدنا نضلنا فيها. 因为以色列法院进前有裁定讲，要支持犹太人开垦的这个居民来接管巴勒斯坦人伫咧遮的这个部分徛家。法院会伫后礼拜来审理巴勒斯坦人提出的上诉。人权团体佫表示讲，假使若是依次原判，有可能会互更较侪巴勒斯坦人，互人赶出因的家园。有真侪食去古拉的巴勒斯坦人，伫咧斋戒月的时阵，下暗时来爆发冲突，上街来抗议。不过以色列的极右派议员拜示伫咧一个开垦区大的所在，临时来设立办事处，致使当地暗时来进入封锁的状态。אני באתי לכאן כאשר תוקפים כאן כל ערב ילדים, נשים, יהודים מפחדים לצאת מהבית ולצערי המשטרה לא מקבלת את ההוראות הנכונות. יש לנו אגב שוטרים נפלאים, אבל פשוט צריך לתת להם את ההוראות הנכונות בנחישות לטפל במי שפוגע בילדים. 以色列派出镇暴警察，用水炮车来镇压。警方发布声明表示讲，有7个人因为扰乱和平攻击警察，去互人逮捕。不过，包含这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伫咧初6即天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改变伫咧占领区约旦河的西岸来策动打造540个开垦单位的决定，并且停止伫咧规个占领区的巴勒斯坦领土顶悬来分化开垦的政策。公司新闻。郑怡仁编译。
之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一对台湾甲澳门的同性伴侣会使登记结婚哦，也毋过嘛强调讲这是个案的判决，卖当去上诉。也毋过这判决是鼓励真侪跨国的同性伴侣。今仔早起哦，就有一对台湾甲日本的伴侣，伫民间团体陪同到大安户政事务所要登记结婚。担心可能会被直接拒绝吧，或者是说就是可能会面对一些不太友善的质疑。我的家人一直都接受我喜欢同性，然后我的家人一直都支持跟英恋结婚。不应该再放任内政部继续用一纸违法违宪的函释来限制人民和外国人结婚的自由。大安户政事务所是先以特殊案件，甲这两个人的结婚登记收落来，目前是阁无法度来决定讲敢会使登记哦。因为内政部之前有表示讲，只要有一方的国家并无同意同婚，两个人都无法度伫台湾结婚哦。也毋过最近法院是依照个案来判定讲，跨国同性的伴侣袂当登记，这是违法的哦。民间团体嘛呼吁内政部应该修改违法违宪的规定，应该嘛爱下令全国户政单位会使互跨国同性伴侣来登记结婚。再来看台铁发生德鲁库事故，外界嘛认为讲台铁必须要赶紧改革。早起有民间团体将对台铁改革做民调，有超过5成民众无相信政府对台铁改革有决心哦，嘛有将近7成民众认为总统应该出面来主导，阁有将近6成民众是赞成讲台铁比较高铁改做民营的企业来经营。台铁铁路过河事故造成49人死亡，超过200人轻重伤，大家拢希望台铁改革。伫进前，交通部长王国材画出3年来国营公司化，也毋过甲台铁企业工会沟通改革，一直拢无共识，沟通会议无结果。因为台铁的改革是未等的，最近影响力文教基金会针对台铁的改革要安怎行，民众安怎看这个问题，做线上的民调，结果显示。有要甲7成的民众认为，总统蔡英文应该出面主导台铁的改革。由总统来主导的话，那当然应该是，我想应该是行政院长召开一个所谓的改革专案小组，还有一些的研究机构可能要加入了。根据民调显示，有超过5成的民众无相信蔡政府改革台铁的决心，超过6成的民众无认为蔡政府会当彻底解决台铁组织文化的问题。有未加8成的民众认为，政府应该成立改革专案小组。向人民报告台铁改革的进度，超过5成的民众认为台铁的票价应该起，进一步改善安全品质的问题。另外，有要讲6成的民众同意台铁应该比较高铁变做民营企业来经营。不过，学者专家认为台铁公司化无适合伤紧，因为现主时台铁根本无公司化的条件，因为台铁的竞争力严重无够。公司化了，恐怕无法度获利。都会区做捷运化嘛，或者是都会区都会想做立体化、高架或者是地下，还看不到竞争力的情况下，你怎么样公司化？完全都是空谈嘛。学者建议，台铁的改革上大关键因素是人，解决人力无够是上着急的问题。一个台铁是政府公务机关，应该改革内部的风气。若是依然是按照政治超过专业的现主持进行，就算是公司化了，恐怕也是定定出现公安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国的生育率伫国际上是最后一名。虽然行政院阁提出愈侪补助，也毋过对未少的家庭来讲哦，经济压力是真现实的问题。有人力银行调查就发现讲，有超过8成拢是双薪的家庭，甚至有1成的女性哦爱负担厝里真主要的经济压力是真大。甲囡仔做伙合作调饮料，共同打造专属因的口味。今年38岁的明芬是个囡仔的妈妈，因为囡仔济清财有状况，大部分在职的工课拢无法度做，为着家庭，就要四界去兼工课来补贴厝里的开销。小朋友其实他们有接触到外面，有时候就是肠病毒什么的，住院可能就要5天到10天，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就马上去公司说小朋友要住院要请假要请这么久。
台湾面临着少子化的危机，行政院针对安心生产做政策的加强，希望会当刺激民众生育的意愿。不过，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发现，讲有81.7%的受访者表示，都要甲因牵的做伙来分担厝内的开销，其中甚至有1成的女性是厝内经济的来源，要甲所有的开销担起来。调查嘛发现，讲有35.6%的受访者，捌为着爱照顾家庭来换头路，或者是暂时离开工课场。不过复职了后，阁会面临着真侪困境。包括因为工课影响到家庭，无通起薪水甲升职，工时伤过长，清在加班，工课内容负担伤重，还佫有真恶请假等等。35%的女性啊，会因为身教养育子女被迫离开职场，不只是生育的补助，其实在养育的部分，可能是目前现阶段造成少子化一个父母很大的一个依据。人力银行表示，为主计总处的调查会当发现，讲去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是67.24%，女性是51.41%，其中女性是以25岁至29岁的劳动参与率上悬，有90.47%；35岁至39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是81.98%。虽然政府提出几项生育福利的措施，不过更较侪家长认为讲，除了生育补助，亲就是公托伤少，托婴的时间干那到下晡4点等等环境的问题，嘛是政府爱思考甲改善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私立的实修高中这学期传出讲超收学费，又有家长指控学校午餐的菜色真歹，佮无卫生。唔但有家长菜色嘛拢生果歹去，家长是指控学校的采购有问题，教育局嘛失职。油饭内面有半只加抓，菜花是烂去臭酸，装菜鼎也新鲜，蔬菜壳仔是无洗清气。几60位新北市自修高中的家长摕囡仔翕的相片，指控学校的供餐常常出代志。东西很难吃啊，然后呢，而且那个食材很差啊。一个班有40几个小孩，45、6个孩子，就吃那样子，难怪大家要抢。我们是把孩子送到学校，是一个让我们家长可以安心放心的地方，可是搞得好像我们把孩子送到难民营去。到底有偌严重？有一位住宿舍学生的家长讲。住宿生几多遍反映讲，3顿的量伤少，食袂饱。早顿一天50块，全部拢是碳水化合物。规两一礼拜才食一遍，因那豆奶是特别啉，拢会特别落屎。中午吃不饱，晚上吃不饱，到了早上饿到了早上还是吃不饱。哦，我的孩子每次打给我，妈，我好饿哦，你可不可以帮我外送？学校供餐的情形愈来愈害，家长讲问题出伫咧每一位执行董事，因为这位董事108年时阵。是甲原本的业者甲灶卡的工作人员拢辞掉，搁在委外推荐采购商汇报食材采买。因为伊本人就是这间公司的正负责人。至于精油的部分，我们到时候专案小组也会一并，就是找人去把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厘清和查。食物里面有异物或什么，那个我们一定都会处理，那也会要求厂商做一些补偿或者是一些处理。教育局讲，伫4月初有接到真侪电情，大部分拢是反映量甲品质。卫生局有去学校调查，教育局也会组成专案小组入去学校调查。学校讲已经请营养师，后礼拜就会到学校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县西螺大桥边的浪地最近有民众去互狗舍夹着，防疫所调查是表示，这是一种热带的狗舍，唔是外来种嘛已经下药啊咯。公所卖来设扛棒提醒民众爱注意。来到西螺大桥边的浪马地，最近传出民众伫遮敢若互火狗遐夹着伤，放假的所在是又搁痒又搁痛，民众烦恼是有毒性甲攻击性的红狗遐，就随通报镇公所。即马公所人员也已经透药啊，呼吁民众来到遮就爱特别小心。我爱危险嘛，爱用喷药啊，去看用头的伊敢要食。用喷的哦。用喷的有啊。爱喷药啊，无囡仔来去啊。大人会带小朋友来这边散步，甚至老人家也会下来散步。那因为我们有经过，就是有民众来就是跟我们反映说，在我们高滩地有发现说有类似红火蚁这样子的一个症状，然后甚至已经有影响到，就是有会咬到小朋友的问题。云林动植物防疫所表示，经过勘查，确定西螺大桥南仔地出现的是热带火狗虾，唔是红狗虾。虽然热带火狗虾的毒性甲攻击性较弱，不过目前针对出现的地点，就要透无共药来处理。
一个的话就是发生在农田的部分，那么农民的话是可以使用农药来进行防治。那如果是发生在民众比较日常生活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话，我们是建议使用的一般环境用药。西内公所表示，今年雨水少，南马地食物也较少，所以狗遐收无草通早。民众若是无细字去打着，就会互狗遐攻击。公所即马已经针对步道附近来套药啊，也会采牌来提醒民众莫挖金，避免互狗遐咬着伤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底旧年哦，有一站雨是就袂停，迄当时三星农会头一届甲三星长爱仔仔刷到花莲去种哦，农改场会照顾了哦，即马仔仔是拢培养了真好，即几工嘛搁刷转去三星来种。将近1公顷田内底农民咧采收三星葱，毋过这毋是宜兰是花莲，这是旧年底由宜兰三星葱农会送来保种的葱仔仔，经过119工细致照顾，即马每一丛拢发芽水果健康。去年10月到12月连续降，然后每个月都下雨20几天，然后累积雨量其实有到2000多公里。在三星乡看到葱农的葱都受害。那三星地区农会也为了要维持他们的品牌，所以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来帮他们繁殖这个种苗。这是宜兰三星葱史上第一摆异地保种，有种千斤送去花莲农改场，佮请有6年种植经验的农民来协助。品种主要是扁担小粒小胖丁三星的地方品种。种三星葱是比我们种一般葱比较麻烦一点，麻烦就是它的梗要做高，要铺稻草。也是兄弟农会之间的情谊啊，就异地保种，也帮忙我们的友会。花莲农改场强调气候变化异地保种的模式，恐吓正到上海，所以这经验当然是真重要。这摆三星葱成功收成16吨，然后经过北塘海采检等运转去宜兰三星乡继续种。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大约有400个无工作群的原住民，因到台东县政府去抗议，讲供电示范区要设立传统的冷气哦。也毋过部落嘛有一寡同意开发案的族人，伊嘛到县政府、县议会去申请。宜兰族卡达底部部落领导阶层，初一调集台东县6大族群代表，差不多有400人伫台东市街头咧游行，抗议台东县政府含基本供电开发案一开始就违法，即摆又搁要延展含厂商的合约6个月，确确是违法合约。规条路游行到台东县政府前，举牌仔咧抗议，大声咧喊讲退回开发案。部落佮穿3000稻草人，由部落嘅头人摕勇士嘅配刀来扑稻草人，要来表示因的反对立场。有正生气嘅族人，因甚至摕这个稻草人冲往警方管制嘅县府大厅，和警方发生冲突，一时西牛啊对角真紧张。这整个咨商同意的程序都充满了瑕疵。台东县政府能够重视在台东县所有原住民传统领域可能会面临到开发的，或者是可能要实行做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不二个伫早起，部落有另外一挂赞成开发案的族人，和当地的居民代表50外人，嘛去县议会申请，希望讲开发案会当顺利进行。部落立场有2方，要来综合以后，才是真正部落的立场。争议已经3年外的基本供电开发案，即马伫个部落内底已经来分裂做2派。部落的头人伊认为讲，开发案若是安尼落去，未来会有更较侪传统领域的开发案，会造成部落内底分裂的情形。政府就要更加重视这条。台东县政府声明强调讲，伫个这项开发案一切拢是合法的，部落的主商同意权嘛是合法的进行。县府会照期间来行政，嘛会尊重部落。不过部落的领导阶层因无认同。办批要伫个6个月了后，结合全国各大部落，搁再来发动抗争。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是鸟仔生团的季节，高雄市立动物园哦，最近就收到5只民众捡到鸟头啊鸟的幼鸟哦。专家表示，这鸟仔拢打的学飞哦。动物园嘛表示讲会来训练，因会晓飞了，就会甲因野放。鸟仔笼内底2只鸟头鸟仔囝当咧曝日，毋过看着镜头有淡薄仔紧张，因是1个多月前，互民众捡到，才送来动物园。甲因同款，互人送来遮的，阁有另外3只，拢是还袂晓飞的鸟头鸟仔囝。
保育员逐工替因磅重，准备带这3只鸟仔囝去外口活动。我拢会带伊去较小可大的空间，我会去看伊的活动，然后伫这个过程中，我会去评估他伊有法度顺利的飞去伊的迄个起架无，还是伊即马飞行的状态有不平衡的无。带鸟仔运动、训练飞行，是为着以后放线做准备。其实这5只鸟头鸟仔拢真健康，其中有2只是藏伫电箱内底发现。兽医表示，民众好心甲要无晓飞的鸟仔送救援，其实做法无正确。因为他们需要青鸟带他们去学习怎么样子捕获食物，怎么样子飞行。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是中断了这个过程，他没有人可以学习，他们在适应野外生活上面就会很辛苦。唔但鸟头鸟，伫南投嘛有2只婴仔落落来，互人捡去野生动物急救站。2天了后，因嘛互人送倒去鸟兽，甲爸母团圆。这个时季，这种捡到鸟仔囝的案例真多。救援单位认为，除非鸟仔囝伫危险的所在，若无上好甲伊留伫现场，也是放伫树枝顶悬，唔通互伊找无爸母。记者陈家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台南有一个庄头吼，有一种真特别风俗，叫做挂公铃比赛。民众会伫粉鸟仔身躯来挂铃啊吼，看粉鸟仔敢有法度会当飞转去家己的庄头。这项比赛哦，虽然无严格规定，也毋过庄头甲庄头对规则哦，拢有共识。伫粉鸟身躯顶挂一粒铃啊，看起来亲像要出去旅游。毋过其实这是一款挂公铃的比赛。台南新营咸水等等的所在，拢有咧举办挂公铃的比赛。这款比赛是庄头之间的大车饼，亲像这场就是5间厝甲旧埔的公铃赛。由5间厝的粉鸟会去旧埔放粉鸟，看因的粉鸟敢有法度挂铃啊飞转去家己的庄头。就算5间厝来旧埔挂，就对了，罔今仔日就算输赢。比赛现场，粉鸟的主人除了会为着家己的鸟仔经寸笑适合的铃啊，为着确保家己辛苦训练的爱鸟会当安全抓转来，搁会伫咧粉鸟的身躯顶断因啊。若是飞无过界，互别庄的人捡去，就会当用公铃的介绍安全缩转来，袂去互乌白化价。因那是意思是讲规条是共用的，迄落挂饰有当时用花的花袂到伊，就规用长的，就一只1000。安尼明年都要有通去挂，算做讲无要栽培一只勇鸟，嘛无法度。根据历史资料，清朝时期台南的沿海地区，就放挂铃仔的粉鸟一款的风俗，尚无已经有900年的历史。虽然比赛规定无写白纸黑字，不过庄头之间拢真清楚，是属于地方真特殊的风俗。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台北大稻埕有一个便当的展览哦，对日本时代的便当开始来了解，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便当是安怎对时代的改变。都只用大鱼煎时炒鼎内的柑仔米炒卵，等一只烧烫烫的饭菜，总共4菜1汤，会放伫盘顶头，搁装入去铁鸭肉内底。店头会用乌多摆外送到公司行号，互员工甲头家好好食一顿。民国60年代，安尼外送点餐真流行，但是即马大稻埕剩2间在做。那时候的外送叫做包饭，那它是采说就是按月包的。其实这个是还蛮环保的一个方式，因为它不是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它是可以重复再利用。伫大稻埕咧展出的便当特点，除了会当看到包饭的铁鸭肉，阁有各种的怀旧的便当鸭肉。这一排阿鲁米chế便当盒仔顶头印有花、龙虾，非常特别，是日本时代的便当盒仔，到当保存8-90年。过去的人找便当嘛真辛苦，爱规个放到土堆内底有火来烫。早年的生活困苦，所以大家在影像当中每一个吃便当都非常的认真。各种古早的便当盒仔，拢是博物馆向收藏家借来展出。为传统用竹仔编的，阁有阿鲁米，阁到白铁仔，互民众行入去时光的磅空，重温属于家己厝内味。记者林俊梅单枪回台北报道。
伫屏东上出名的民谣就是思乡基，佮有四季春哦。这民谣恒春佮满洲无共所在，唱法嘛无啥相共。为伫满洲的民谣馆特别针对满洲当地民谣来做研究佮保存，望讲这地方的民谣会使代代传。思乡基还给贵宾啊来乞讨。他们恒春的是思啊乡啊基，就是有一点的不相像的所在。虽然是同曲牌，不过金唱的方式无同款，就天差甲地。为着要互满洲民谣的特色保存落来，地方文书工作者组成民谣协进会，希望透过正能力量开始保存满洲民谣。没有民谣馆，有的时候我们在表演啦，或者是在传唱，还是在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吼，我拢去接学校的活动中心，也是因为传堂遐呢，介无方便。人讲万事起头难，虽然有正人的同心协力，也有文化资料的保存，不过一个适合的场所来保存资料也是真重要的。满洲民谣协会本地是无固定的场所进行保存的工作。正人也决定要向县政府申請300万的经费，建立民谣馆，让珍贵资料会当有保存的空间。我迄届拢去寄伫人遐，寄伫人遐的时阵吼，因迄厝就有当时有漏啊，然后哇，一寡资料拢淡去，就遗失去，所以阮就是为着这个民谣馆嘛是赶紧要建立。伫咧民谣馆，学生囡仔挂着耳机，就当听到有特色的满洲民谣。有一间民谣馆了后，对文化教育意涵更加提升。王永国表示，民谣协会有甲在地青年合作，出一本记录在地女性民谣绘本的有声册，也正做满洲乡内3间国校仔的新学期礼物。希望满洲民谣特色会当定根伫满洲，伫咧网述部唱曲流传上界使人感动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办的立德人权艺术季，邀请国内外19位创作者以文学、影片、艺术品来描写立德家的过去甲现在，咱做回来看卖。一幕一幕闪过的画面，反映白色恐怖时期火烧岛种种的模样。立德人权艺术季今年第3年举办，主题叫“假使立德是一物件”，主视角这张相片就是人权甲艺术奋斗者欧永文前辈伫咧立德关12年期间所翕的。苦难拢过去，因为阮爸爸迄当阵翕的相吼，伊拢头翕冒着生命危险拍摄50年代绿岛的风情民俗嘛吼。6月18来去吼，好啊，把个故事讲互这少年听闻，因少年哦，经过对历史无了解啦。70年前，杨国武就是头一批奉送去立德关爱的政治犯之一。今年国家人权博物馆以离散甲监禁做主题，包括日本、印尼、香港国内外计共19组创作者，对立德边缘的地理位置出发，拍片创艺术品，回应边缘政治下的人权议题。台湾的社会原来有真侪小可无公平的所在吼，原来有一寡人权的议题，原来是存在啦吼。这个部分，阮希望讲过去白色恐怖的历史，甲今仔日来做一个对照。计共22件的作品含一系列的艺术工作坊，艺术季对5月中旬开始展，未展4个月，希望立德正做一物件，对照过去和现在人民的生命情景，以艺术做底底，再现70年前的历史。记者民警曾派文新北报道。美国加州目前火灯开哦，位于洛杉矶公平大约要驶1点钟车的一个公园，最近有火柴是开甲比人较悬，嘛写真侪民众专工去看火。满山四季开满着黄色的界花，得着风伫咧摇震动，真侪人伫咧散步。袂错，敢若是梦幻的景色，就伫咧洛杉矶的郊区。伫洛杉矶东边开车差不多1点钟的青罗港就入公园，最近规片拢开满黄色的界花。As you can see, it's well above my height, and I'm 5'9", so it's just nice to be just completely surrounded, completely different world. 因为疫情封城的洛杉矶居民心情真郁卒，趁这个机会来遮放松心情，将所有郁卒拢放掉。
We've been locked out so long and we're dying to leave the house, get on the road and drive. And this place has such hills and going up and down, green and yellow and blue. It's just amazing. And the birds chirping, it's just wonderful. 园区的经理讲，公园经历过冬天的苦旱，捌伫去年10月发生大火，有6成的面积被烧掉。伊本来也阁无啥确定今年是毋是还阁会开火，无想到讲介火也是开得遮尔水、遮尔旺。The brilliant yellow flower that we're standing in the midst right now is an exotic plant, but it's still the color brings out some of the beauty of nature. 园区经理讲，介火会当发到240到300公分悬，花期会当一直到6、7月。遮尔水规片黄色花海，除了互人感受到自然的水，也敢若伫咧疫情中看到光明甲希望。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